仲好，先說馬後炮。近期天氣好轉，場地是好自派地。今次跑馬地夜賽，大衛希斯成為熱門，可惜最終沒有一勝。然而方嘉柏又一次兩勝，奪回練馬師排名第一。總的來說，今次夜賽大演勝出率超高，5匹大熱門，但好幾匹都係集團落飛成大熱。練馬師黃油告東尼連勝第8及尾場積32分，後來居上贏得練馬師王。騎師王雷神發揮其本能，3勝頭馬，2匹來自方扣，1匹外線無偉傑嘅幸運愉快。總結莫雷拉贏馬嘅原因，除了一些外在嘅原因，今次贏馬都排有利內檔，上次輸4-5馬位都可以抹平。近期落飛馬得手嘅都唔少，值得注意嘅係田泰安。另外練馬師徐耀石近期冷熱通殺，可以繼續留意。講回今次主題，跟進馬頭場亞軍馬東方福寶輸短頭，而且最後衝刺潘明輝手忙腳亂，馬匹內閃控制不住。而本區跑得接近嘅馬，通常繼續有好表現，可以追逐贏，可以翻向賽事錄影。準備好嚟，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魅力星啊，內欄本能啦，中間呢仲有落河啊，第4位外邊有5福星，追出63紅帽，第5位東方福寶啊，中檔跟住個第6係星之源啊，內欄第7轉得勝啦，後邊嗰5匹馬咁啊分別有勇敢孖寶啦，尾4出閘慢咗個飛越神曦響埋邊嘅，外邊有建測精英啊，殿後一隊威德勇士藍衫，暫時殿後內欄係起行嚟㗎。好啦，過晒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呢就係呢隻落河嚟㗎，跟住第2位外邊有5福星啊，第3位嘅馬有魅力星，第4位啊，中檔位置就東方福寶，內欄第5係本能啊，第6位咁啊有呢隻藍帽嘅星之源啦，後呢個馬匹啊，等入邊有轉得勝，中間位置建測精英，外邊粉紅眼罩勇敢孖寶，後邊3隻飛越神曦走入去，威德勇士掟出去，包尾入直路係起行嚟嘅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落河埋邊佔先少少嘅，咁啊見到外邊啊，東方福寶5福星一齊上緊嚟，最出位置仲有隻星之源啊，響埋邊偷位上仲有本能啊，最後100零米東方福寶佔先啊，但係埋邊本能打咗上嚟，兩匹馬叮當碼頭，例如東方福寶有啲內線，本能贏出呢場賽事啊。2場跑第4嘅香港精神輸在排檔不利，下次排浪檔見有飛可以追捧。回看賽事錄影。好，嚟日起步嘅時候呢，管之友都例牌係慢少少嗰隻嚟㗎啦。好啦，前面快嘅嘛，埋邊位置開心3多快過黃金風速喎。跟住喺第3位有童寶寶啊，藍衫中檔捷足奔馳啦，外邊啊咁啊見到白衫嗰隻呢就駕駛奇巴啦，內欄啊幸運同行上翻啲，馬林中間仲有實力啊。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分別有內欄尾5位置管之友啦，出邊黑衫尾4係揚威四海啦，暫時殿後3匹馬幻影旋風、美麗多型啊，暫時殿後係嗰隻香港精神嚟㗎。好啦，啱啱第一次進入最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呢，開心3多喎，放到出嚟要捉咯喎，因為接嚟咗後邊嘅對手有成3個馬位啊，後邊嘅馬啦，黃金風速第2位，童寶寶第3，外邊位置第4位，仲有駕駛奇巴，跟住個第5啦，咁啊中間就係捷足奔馳啦，埋邊淺藍衫紅紅地色帽第6位，仲有幸運同行啊，後多陣嘅馬有中檔實力啦，內欄大約尾5啊，咁啊黃衫啊管之友，後邊嗰4匹馬揚威四海、香港精神響尾3啊，尾以黃衫藍眼罩幻影旋風啊，殿後個馬匹係美麗多型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嘅直路頭啦，睇下開心3多 hold 唔 hold 得翻住先啊，咁啊仲係接嚟咗一個身位嘅，跟住喺第2位有黃金風速啊，第3位就童寶寶啦，駕駛奇巴第4，內欄第5幸運同行啊，捷足奔馳出咗3踏一路俾上去嗰隻啊，咁再見到中檔位置管之友就黃衫，亦都攞咗出去2踏啊，拱埋實力出去，後邊嘅4匹馬揚威四海、香港精神、美麗多型響尾二啊，自己褪咗喺後邊呢係幻影旋風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咯。
捷足奔馳響外邊呢就搖咗上嚟㗎啦，埋邊開心三多響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出邊有架勢奇葩，中間同寶寶就紅帽嘅，內欄黃金風速褪咗啲，移咗出嚟中檔位置，淺藍衫攞出去外邊嘅馬仲有幸運同行啊，後呢個馬匹先有揚威四海美麗多型啊，管之友響尾二入直路喎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捷足奔馳走甩咗，大約有個幾兩個馬位嘅，見到外邊位置幸運同行追緊上嚟，中間有同寶寶架勢奇葩，內欄呢仲有隻美麗多型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捷足奔馳撻到着晒啦，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兩個身位贏出呢場賽事，幸運同行第二啊，第三名呢埋邊位置美麗多型出邊追有香港精神啊，咁啊結果呢隻捷足奔馳轉咗馬房，咁啊隻馬嘅表現。場跑第二名嘅智勇名區，下次再跑1600兼排內檔，贏馬機會大，可以再睇睇賽事錄影。大熱係2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內欄位置嗰隻就煩煩有餘嘅，咁啊中間穿甲金英，外邊有一隊啊，分別係一定掂，最出粉紅眼就係智勇名區搶啦，第5位63啊確好勁啦，第6位黑衫紅帽就立百川啊，後邊嗰4匹馬啦有財有勢，咁啊外邊位置就榮利雙收啦，後邊嗰隊啦，咁啊埋邊啊川河耀區，響佢外邊呢就我做到嚟㗎，好啦過呢個12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呢就智勇名區嚟㗎，一定掂，咁啊跟前啲埋到嚟第2添，穿甲金英啊第3，內欄第4呢仲有煩煩有餘啊，黑衫第5位有立百川啦，內欄第6呢63隻確好勁啊，後邊嘅4匹馬榮利雙收有財有勢，尾二位置我做到啊，殿後個馬匹係川河耀區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段接近呢個800米段處啊，智勇名區就貼欄順放啦，一定點呢就慢慢開始啊，咁啊喺外邊啊咬咗上去啦，分列3、4位㗎嘛，穿甲金英啦，埋邊第4呢就煩煩有餘啊。後邊馬第5位立百川，內欄第6確好勁啊！後邊嗰4匹馬榮利雙收有財有勢，我做到啊！殿後個馬匹仍然係川河耀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啊！智勇名區接嚟咗大約有半個身位入嚟嘅，一定掂響佢外邊推進啊！穿甲金英響第3位，第4位嘅馬要立百川啊！埋邊位置煩煩有餘，外邊追榮利雙收啊！再攝內欄嗰邊呢，仲有隻有財有勢啊！最後百零米啦，智勇名區仲係佔先啊！中間係一定掂啊！外邊追上嚟嘅馬有穿甲金英啊，進佔第4位係立百川啊，最後百零米穿甲金英外邊嘅衝勢相當凌厲，捧走蘇特恩杯啊，跑第2名智勇名區，第3名呢外邊係立百川，中間1號係一定掂啊。結果今場賽事穿甲金英咁啊順利。七場第5名梁區口有減分足夠，已經到咗取勝邊緣。我哋睇翻賽事錄影，黃旗舉起。好，你一起步咁啊，外邊快閘嘅馬呢有精益大師啊，中間新力啦，內欄紅衫走咗上去千杯競典啊，第4位嘅馬出邊有逍遙人生啦，內欄藍眼罩藍衫仲有梁區好友啊，中檔大約跟住個第6位啊，紫色衫就係幸運愉快啊，後邊嘅馬加州用勝響外邊喎，中間啊智勝攻略啊，後呢個馬匹啦先有太太精神響尾3綠色衫嘅，尾2君志豪啦，暫時殿後龍威心得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就係嗰隻精益大師嚟㗎，咁啊緊隨其後㗎嘛，跟住個第2位逍遙人生啊埋咗嚟添，第3位係新力啦，內欄第4千杯競典啊，第5位慢慢搖咗上去啦，紫色衫就係呢隻幸運愉快啊，後多層啦，內欄梁區好友啦，再後邊㗎嘛，智勝攻略加州勇勝龍威心得啊，尾二位置係太太精神，響後邊係君志豪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精益大師佔先咗個零身位嘅，逍遙人生就中檔追，外邊呢仲係幸運愉快上，埋邊係千杯競典啊，後多層仲有梁區好友，出邊啊太太精神啊，最後百零米精益大師仲有少少嘅優勢，但係外邊幸運愉快3腳嘅節步已經立咗上嚟，中間位置仲有一隻新力啊，接近終點幸運愉快響外邊，結果冚過晒夜馬，第2名呢，埋邊精益大師就中間位置淺藍衫就新力，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咁啊外邊63太太精神咁啊衝咗上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幸運愉快，換咗莫里拉，真係表現零舍不同喎，響外邊冚過，埋邊。八場第2馬力演出已經穩定，本來實力唔差，年輕馬脾氣大，成熟後可以發揮威力。我哋可以再翻睇賽事錄影。
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有進同心慢咗啊，中間八進巨星快飛龍在天，綠色衫塊內欄燭光晚餐啊，出邊位置就年少多好啦，淺藍衫走埋上去，仲有領航君子啊，中檔位置就長星金剛，響外邊係二奧錢莊啊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咁啊有電光高升，出邊灰色衫大約尾五到啦就馬力嚟嘅，尾三有進同心，尾二超力量，暫時殿後呢係價值傳承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放嘅馬，中間就領航君子啊，響埋邊位置有飛龍在天啊，出邊第三位就年少多好，中間第四個馬呢就二奧錢莊啊，埋邊啊燭光晚餐白呢個紅帽白呢個紅衫白帽㗎，揈出去外邊嘅馬呢有八進巨星馬力啊，中檔位置係價值傳承追少少㗎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埋邊燭光晚餐就上咗嚟，中間位置鬥緊嘅馬呢有呢隻呢就係領航君子啊，大外檔八進巨星，出邊仲有隻係馬力啊，最後50米到八進巨星外邊冚上嚟都好有機會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呢出邊追係馬力。咁啊，中間咁啊有呢隻價值傳承內欄呢係燭光晚餐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外邊冚上嚟嘅馬犀利喎，呢隻八進巨星外邊冚贏晒，馬力都似乎係第二機會高啊！呢場跑第2名嘅蒸蒸日上輸短頭，遺憾未能為鄭俊偉達標。馬出休後體力好，季尾機會仍在，可以翻睇呢個賽事錄影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前面快閘香港仔富心星可靠大師灰馬紅日射內欄第5位就觀金旗啊！後一層嘅馬啦，關鍵所在啦，紫衫紅眼罩嘅，響出邊呢仲有川河洞區內欄位置淺藍衫大面箍，仲有蒸蒸日上啊！後邊嗰4匹馬，小霸王朝朝醒啦，尾二連冠狼啦，暫時殿後係嗰隻威力飛騰嚟㗎。咁啊過呢個800米段處咯，前面放嘅馬呢有香港仔快啊，咁外邊位置係富心星啊，分列3、4位嘅馬，埋邊係觀金旗，出邊黑衫可靠大師啊，第5位嘅馬有川河洞區啦，第6位內欄蒸蒸日上，中間灰馬呢仲有紅日射啊。外邊位置朝朝醒啊，尾4紅眼罩有關鍵所在，後邊3匹馬小霸王啦，尾二粉紅衫掟出去大外當連冠王啊，響後邊啊威力飛騰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富心星中間佔先咗，壓住埋邊啊呢隻香港仔兩馬鬥緊啊，中檔位置觀金旗開始推進啊，最出嗰隻朝朝醒白衫川河洞區啊，內欄淺藍衫衝仲啊蒸蒸日上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觀金旗中間透出埋邊追佢蒸蒸日上，內欄小霸王上埋嚟。出邊朝朝醒，終點嗰步好接近啊！內欄位置傳上嚟，小霸王中間呢係蒸蒸日上，咁啊至於第3名呢，咁啊中檔位置12號啊朝朝醒啦，外邊呢仲有一隻連冠王上嚟，臨尾有啲力弱嗰隻係觀金旗。最後留意我嘅總結，多謝大家收睇，再見。